晚上好！一曲带着喜庆祥和的欢庆锣鼓，拉开了我们今晚演唱会的序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敏，欢迎大家来到杭明剧院，共同参加瓜栗镇第4届运动会暨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之昶乐之声乐音飘香浙江粤剧名家名段演唱会。本次演唱会由浙江省戏剧家协会、浙江省音乐家协会、萧山区瓜栗镇人民政府主办，由浙江昶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浙江省戏曲音乐学会、浙江省戏曲音乐演奏家学会、萧山区瓜栗镇文化广播站共同承办。首先为大家介绍光临今天演唱会的领导，他们是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刁玉泉，浙江省文化厅艺术处处长薛亮，浙江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黄先刚，浙江省文联副主席、省曲艺家协会主席温仁康，浙江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谢丽红，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党总支书记、浙江越剧团团长陶铁甫，原浙江艺术研究院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副院长倪东海，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党总支副书记冯锡洲，浙江省交响乐团国家1级作曲家，原上海越剧院红楼团团长、著名主胡徐延安。萧山区和瓜栗镇的领导有萧山区文联主席黄永芳、萧山区文联副主席袁勤芳、萧山区戏剧家协会主席郭俊、瓜栗镇党委委员朱敏、瓜栗镇党委书记徐小福。此外，光临今天演唱会的还有来自全省的戏曲音乐家、演奏家及热爱戏曲音乐的各界人士，欢迎你们的到来。
下面让我们首先有请浙江长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向云林先生上台致辞，有请。大家晚上好，我谨代表浙江长乐文化有限公司衷心地欢迎各领导、嘉宾和观众朋友们的到来，祈求你的，希望这次演唱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萧山区瓜栗镇党委委员朱明女士上台致辞，有请。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月韵飘香，情满小城。今晚我们相聚在瓜栗航明剧院，一起见证浙江粤剧名家名段演唱会盛大举行。首先，请允许我代表瓜栗镇党委政府和全镇的戏迷朋友们，对各位领导、专家和来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今晚为瓜栗小城市奉献经典文化大餐的粤剧名家和演职人员表示诚挚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下面掌声有请浙江省戏曲音乐学会会长、浙江小百花粤剧团副团长刘建宽老师上台致辞，有请。各位领导，各位观众，晚上好。我叫刘建宽啊。我们这一次，我们浙江省戏曲音乐协会、浙江省这个演奏家协会在瓜栗召开我们的年会，得到了我们长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大力的帮助与支持。所以呢，我在这里呢，我表示，我代表这两个协会，对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为了表示我们的谢意，我们有一个牌匾送给长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有请。好，接下来进行的是授牌仪式，有请刘建宽老师和浙江戏曲音乐演奏家学会会长、浙江小百花粤剧团著名主仆胡山岗上台为长乐公司授牌，有请。有请向云林先生。谢谢。朋友们，就在昨天和今天，浙江戏曲音乐协会、戏曲音乐演奏家协会在这里举行了2017的代表大会。多年来，学会致力于开展和普及戏曲音乐事业，促进和推动我省戏曲音乐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打造文化浙江做出了贡献。此次在萧山区领导和瓜栗镇政府文化广播站的支持下，惠民演出有声有色的开展。值此文化艺术节来临之际，大力扶持民营文化艺术企业浙江长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参与承办本次学会的年会和粤剧名家名段演唱会。今晚的演出汇集了中国戏剧梅花奖演员、国家一级演员和众多优秀的青年演员。参加曲目创作的都是国家一级作曲，参与演奏的是浙江省戏曲音乐学会演奏家学会的明星乐队，演出阵容十分强大。我们将大饱眼福、大饱耳福，
这也是浙江戏曲音乐人以实际行动来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发展戏曲艺术的具体表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美妙的戏曲殿堂。
改革的里程碑之作，更让我们永远记住了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其中的经典唱段也一直传唱至今，深受观众喜爱。接下来，请欣赏越剧经典唱段《祥林嫂千悔恨》，演唱者诸暨市越剧团国家2级演员原派传人，2017新松大赛银奖得主徐琼，司鼓指挥钱可，主仆张科恩，有请。
君门康。不是去到真心不了，倦了门开中一声，情人他剧《汉文皇后》是越剧表演艺术家金彩凤老师的代表作，其中京派和尹派对唱的《任地》这一段，也成为了越剧的经典唱段，被广泛传唱。接下来，请欣赏《汉文皇后》《任地》，演唱者杭州市越剧联谊会中国越剧名票徐贤君、吕芳芳。司鼓指挥金永信，主胡朱庆茂，请欣赏。
只怕你成天把事天心上，你想谁陪我七岁长？只怕你去也故里，可惜两当，你东西无语。只为你领情有的福所赐啊，只为你白色长堂的结肠啊，只为你终夜梦见枕边生，记记我魂牵的念，故乡迎新像落叶野草，是谁长在了千场外，并肩一点两年三年口齿往往抢走进来，往日记做自长。你在眼前我无人长，姐姐啊，你在身边苦也香，上次秋香找东乡，结下为爹娘，从此相许无一生，从此相许无一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粤剧经典。该剧寓教于乐，唱腔流派纷呈，其中的老生唱段高亢激昂，感人肺腑。接下来，请欣赏粤剧名段《舞女拜寿·哭别》，演唱者上虞市粤剧团国家1级演员，张派老生传人孙伟娟，司胡指挥金永信，板胡胡山岗。有请。
诉说了主人公曹芳儿的悲剧一生。女主角曹芳儿善良无私，真情流露，非常感人。接下来，请欣赏越剧名段《新双玉蝉·悲蝉》，演唱者余杭小百花越剧团国家2级演员，2017新松大赛铜奖得主洪艳琴，司胡指挥叶庞新，主胡陈国敬，请欣赏。
救救我！
愿为他们老少相陪，心似笔，终身遗恨，恨终身。唐嫂给他做父亲，岂不要葬送你的好亲人？唐嫂给他做父亲，叫他永远不为公亲。唐嫂给他做父亲，陪弟弟难诉苦衷，恨一生。著名经典名著《红楼梦》的故事家喻户晓，粤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和王文娟老师演绎的粤剧《红楼梦》更是让无数观众看得如痴如醉。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粤剧经典唱段《红楼梦》金玉良缘，演唱者浙江粤剧团国家2级演员徐派传人汪喜喜。同时将由戏曲音乐界的青年接班人司鼓指挥江豪杰、主胡吕聪颖为大家演奏，请欣赏。
越剧《西厢记》是越剧的经典剧目，其中崔莺的唱段《情心》是大家熟悉的原派名段，生动地展现了热情矜持的崔莺莺形象。接下来将由浙江越剧团优秀青年演员2017新松大赛银奖得主原派传人王静为大家演唱，司胡指挥江豪杰，主胡吕聪颖，请欣赏。越剧《胭脂》描写了一个平反冤狱的故事，热情地赞扬了秉公断案、认真调查研究和知错能改的良好作风。下面请欣赏越剧《胭脂》选段：怒冲冲，速升大唐去披斩。
演唱者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国家1级演员，著名范派尹派小生魏春芳，司鼓指挥金永信，主胡胡山岗，请欣赏。啊。
取材于绍兴民间故事，塑造了一个聪明机灵的九金姑娘形象，全剧诙谐幽默，充满了江南的水乡风情，深受观众喜爱，是浙江粤剧团的经典保留剧目。下面请欣赏粤剧名段《九金姑娘》，天上升起月亮婆，演唱者浙江粤剧团国家1级演员、戏剧金桂奖得主谢丽丽，司鼓指挥钱可，主胡张科恩，有请。
越剧《沙漠王子》取材于天方夜谭，是越剧影派的重要代表剧目，也是越剧表现西域及蒙古族题材的第一个剧目。下面有请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著名影派小生张琳为大家演唱《沙漠王子探月》。司胡指挥王庆月，主胡叶义群，有请。
此间月端阳，为谁不造曾见一真伤？一幕夏夜月交集。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粤剧最为经典的代表作之一，其中的梁祝、回十八更是成为范派的名家名段，被广泛的传唱。下面有请杭州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著名范派小生陈雪萍为大家演唱粤剧经典唱段《梁祝》回十八。司鼓指挥钱可，主胡陈国敬，有请。
越剧《陈三两》褪去了越剧的脂粉气息，无关风月的剧情让人耳目一新，塑造了一个品格高洁的古代女子形象，充满了正能量。陈三两骂唐是其中的经典唱段。下面让我们有请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国家1级演员、梅花奖得主、著名吕派花旦吴素英为大家演唱。司胡指挥钱可，主胡胡山岗，有请。爱笑。
此不管断情。自到城大里家子，堂堂子女送神仙，来自三人间，文君那归里，常常往回去，常常往回奔，好了三马王刘天喜，两三女用他的，真是放心的，天子也望子对天为女，自己两子得大家。自卑的情，还愿却似的老。